Hello，大家好啊！2025年嘅6月5號禮拜四，咁就想同大家拍片講一講我自己對於 crypto 即係下半年嘅一啲睇法。其實同年頭嗰條預測片所講咧，提到話睇下半年有一波升浪咧，係冇點變嘅。我下半年仍然係睇好啊！咁即係我喺嗰段片入面亦都強調過12.8萬呢個目標價咧。咁暫時亦都係冇變啊！即係如果再升嘅話咧，大餅畢竟市值已高啦，而家已經係等於美帝大科技嘅市值。咁就睇翻13萬左右先啦。咁就會睇有本輪牛市嘅最後一浪。我年初嗰條片咧就睇錯咗一樣嘢，就係我本來咧就係預咧大餅年內最大嗰陣調整會喺 Quarter Two 出現，咁結果就調翻轉啦。雖然我嗰條片咧都睇到話1月開始咧即係會有啲回調要走下位咁樣，咁但係估唔到咧年內最大嗰一陣調整咧，似乎就喺第一季係出現咗，即係由1月去到4月頭關稅戰見底呢一陣，跟住佢就同美股大盤係一齊彈啦，咁即係彈得仲勁過美股大盤添啊！美股大盤暫時都未破頂啊，咁但係大餅咧係破咗頂啊！咁之後咧即係喺呢個比特幣或大會開完呢個 JD Vance 講完嘢之後咧，而家就去翻2024年尾同埋今年年頭嗰個頂附近咧係做後抽做整固噶。咁我哋如果轉做日線圖嚟睇咧，就會係更加之清晰噶啦。你見到咧就係舊年尾同今年年頭有個雙頂喺度啦，咁跟住然之後呢一陣大反彈咧非常之急勁，稍為升穿咗，跟住然之後而家咧又回翻喺嗰個頂略低嘅位置10萬樓上少少呢啲位咧係做緊整固噶。咁講落去之前咧，首先想同我嘅 YouTube 觀眾咧就講聲唔好意思先，因為小弟最近就開咗 Threads 之後咧，咁好沉迷玩 Threads 啊！我喺 Threads 嗰度咧就獨家講自己嘅入行經過咁樣啦。畢竟小弟都係小本經營啊，即係將個焦點擺咗去 Threads 嗰邊之後咧，就係咧 YouTube 就減產咗。另外咧就係即係我係要忙於寫呢個投資武林嘅交易筆記俾會員朋友啦。有跟開我嘅會員朋友亦都知道咧，我今年嘅焦點就唔係擺喺 crypto 嗰度。我就擺咗喺黃金同埋係金礦股嗰一邊，即係黃金相關資產我而家都重倉嘅，大概係35% 倉，跟住然之後咧美股係略高於1/4倉，而 crypto 咧我有比特幣同以太幣咧係只係得10% 倉左右嘅啫，咁我一陣會再講噶。咁我哋再睇翻比特幣現貨 ETF 嘅資金流先。早幾日咧就係幣價調整嘅時候咧有輕微嘅資金淨流出，咁係可接受嘅，有幾日淨流出。因為咧現貨 ETF 嘅資金流唔係用嚟預測幣價，係用嚟同幣價咧係交叉確認嘅，係用一個事後確認嘅信號嚟嘅。跟住去到呢兩日幣價冇點跌，佢又變翻正流入啦。我就研究過咧，就係關稅戰之後大餅彈上嚟呢一轉咧，嗰個現貨 ETF 嘅淨流入咧都係維持正數噶。但係咧就冇舊年10月打後 Donald Trump 當選之後爆上嗰一轉係咁勁咯。即係有人買，但係又唔算好多人買咁樣嘅情況。咁另外喺消息面方面咧，就係 USDC 穩定幣嘅發行商咧 Circle 咧就今日正式喺美股方面掛牌。呢一隻咧可能係會成為將來繼 MSTR 同埋 Coinbase 之後咧另一隻熱門嘅幣股嚟嘅。咁我覺得亦都可以關注下啦。好啦，咁講完價格目標睇13萬啦，唔真穿10萬維持睇好啦。呢個大餅嘅幣價講完現貨 ETF 嘅資金流，咁講一啲時間週期嘅分析。咁我發現6月上旬都係一個重要嘅週期密集位嚟嘅。咁目前嚟睇咧，似乎係出現咗一個短線嘅低點噶。咁我哋首先睇中線嘅1年週期先啦。咁就喺舊年嘅6月7號咧，咁就大餅係出現咗一個週線級別嘅高點啦。我 mouse 指住呢個位。好啦，咁比起1年週期咧，大餅更加重要嘅係就減半年週期啊嘛。咁我哋就係睇翻過去嘅減半之後嘅一年，咁即係2021、2017同埋2013年咧，6月頭都有位喎。譬如話2021年嘅6月9號咧，有一陣跌咗落嚟，其中一個低點喺度啦。mouse 指住呢個位啦。咁跟住然之後再向前4年就係2017年啦。咁嗰年就由頭升到尾嘅。雖然由頭升到尾咧，咁但係喺6月12號咧係出現咗個週線級別嘅高點噶。跟住然之後再往前4年咧，另一個減半之後一年就係2013年啦。塞浦路斯危機之後咧，整固期間咧，喺6月9號咧有個中途反彈嘅低點喺度。雖然佢磨咗磨之後係再跌啦，咁但係都係一個小低點嚟噶。咁由於呢個減半年週期同埋1年週期係共振咧，都係指去6月上旬呢啲位啦。而當中嘅唔少轉角位咧，過去係週線級別嘅高低點，譬如話舊年6月7號嘅高位啦，2021年6月9號嘅低位等等啦，仲有2017年6月12號呢個高位咧，都係週線級別噶。
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會關注就係大餅會唔會係即係過埋今個禮拜五大飛龍打後咧，咁就完成整固咧，咁就繼續開車，會有牛市最後嘅一陣嘅升浪。咁啊，坦白講就水位係未必好多，我亦都唔打算重倉做嘅。咁但係下半年暫時就維持睇好先。嗱，咁點解係今年下半年會睇好大餅咧？我就喺3月尾同老夫證券合辦嘅講座入面咧，亦都講過，其實好簡單嘅啫。我哋睇翻2013、2017同埋2021呢3個減半加1年，咁即係今年嘅對照組啦。咁你就會發現2013年下半年咧，由7月6號打後咧，去到11月尾咧係升額，我 highlight 咗嗰段。咁啊9月嘅價走勢弱啲。好啦，跟住然之後咧。2017年由頭升到尾，由7月16號開始啦，去到12月中咧，又係升噶。而9月嘅價格走勢咧，亦都係回一回係弱啲噶。好啦，跟住然之後我哋再睇2021年嘅走勢，你唔好理佢啲轉角位，但係我哋又見到由7月20號打後咧，升到去9月嘅價格走勢弱啲，回一回，然之後咧又升到去11月中啊。無論係2021年、2017年咧，定係2013年咧，佢嘅走勢似乎都係重疊咗嘅喺下半年啦。咁啊，既然3個減半加1年嘅下半年都係睇好咧，咁今年都係減半加1年啊嘛。咁所以咧，下半年係維持睇好，而9月咧可能要稍為警惕有一個細嘅整固。好啦，咁啊講完大餅之後咧，講講過去2-3年走勢係令人失望嘅競爭幣。咁其實咧，我都堅持認為咧，幣圈咧本輪嘅升浪咧，其實係唔算全面牛市啊！你可以叫佢做高息犀牛啦。Crypto 始終都係要低息大放水，再加埋世界和平，先至會大炒嘅資產。咁所以點解我今年主力搞金就其中一樣嘢，就係覺得咧競爭幣都係唔會升，或者咁講，本輪所謂牛市嘅競爭幣旺季咧，其實係喺2023年尾去到2024年 Quarter One 出現咗。譬如你見到 Solana 啦，即係已經係算係一隻比較好嘅競爭幣王嚟啦。咁就係咧，佢主要升幅就真係集中咗喺2023年尾去到2024年 Quarter One 呢一陣。之後雖然都有升，雖然都有略為升穿2021年個頂，咁但係個過程係非常之大波，中間要經歷日元拆倉啦，同埋今年年頭嘅特朗普關稅戰。咁搞完一大輪之後咧 Solana 咧拍緊呢條片嘅時候，幣價係150零蚊，係仲係低過舊年3月嘅高位噶。另外一隻舊年升得比較好嘅競爭幣，我舊年都有炒過嘅，就係 SUI 啊。咁就係咧，佢好難得噶啦，算係咧係少數升穿咗舊年3-4月個頂嘅競爭幣啦。咁一路升到去今年1月頭咧。咁關稅戰嘅時候咧，亦都係大回翻。咁去到最近呢一陣咧，5至6月呢一陣回調咧，佢嘅幣價走勢咧，亦都係偏弱噶。嗱，競爭幣咧，我就反而留意到呢個二哥以太幣咧，喺本輪牛市大家都知道啦，係冇牛過噶嘛，以太幣係即係一直都升唔穿4100咁樣。但係唔知點解最近咧就硬過其他競爭幣喎。基本上就咬住條200天線喺度做整固，呢個周線圖嚟啦。頭先 SUI 咧係日線圖，Solana 就係周線圖嚟嘅。咁而家呢個係以太幣嘅周線圖，咁我哋再轉翻做日線圖嚟睇咧，你就會發現咧，佢基本上係咬住呢條200天線，係強過咗 Solana 同埋係Sui 等等嘅競爭幣啊。我都會出奇，即係平時我唔係咁中意以太幣嘅，大家都知道。咁但係呢一陣咧，似乎佢真係比較硬，咁所以我都入咗少少係試下水溫。消息面方面咧，唔知關唔關呢個以太坊基金會咧，咁就係炒人。重組研發部門事啦，咁跟住然之後 Vision 咧又出嚟鳩噏咗幾句咁樣，呢啲其實我唔知有冇影響啦，咁但係我就即係信 price action 啦，信價格走勢啦，咁見佢相對硬咧，咁就搏佢喺本輪牛市嘅後段咧有得稍微追一追落後咁樣啦，睇下有冇得上翻3000蚊樓上咁樣啦，即係4000蚊呢個頂升唔穿噶啦，我覺得即係喺本輪牛市餘下嘅時間。OK，咁我呢條片咧，我哋今日就即係詳細分析咗我對大餅下半年嘅觀點啦。咁就係講咗就係話競爭幣嘅走勢係不似預期啦。咁但係以太幣嘅走勢咧，相對係比其他競爭幣好，咁所以我都係入咗少少。咁今日講到呢度先，咁將來有機會咧係再會拍更加多嘅 YouTube 片俾大家。咁祝各位朋友炒幣大賺。